哈利路亞，感謝主，是介紹和聽福音，因為福音都有分每一人相信嘅啥得到拯救呀！我上到呢個福音啊，在耶利米亞書啊17啊17啊，呢個福音講來撒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嘅人，並且希望在上帝嘅人啊得福，得咩福啊？當然要平安，要快樂，要歡喜嘅福呀！呢個耶利米亞17至8節樣講到，依靠上帝嘅人，並且盼望在上帝嘅人，喺哪佢講啊？像呢個樹種在你要隨便順，我表示你睇樹喺你種到，在隨便順打得正嘅樹，打粒打字。佢講啊，有嘅堅啊，要太落嘅水飲落水啊，呢條樹打得正，係講堅飲落水。一日頭嚟，佢唔係臭入，因為呢，有嘅堅識到水，又要嘅福氣，係自己依靠上帝嘅人，依靠上帝做一個救主，而且係依靠嘅人盼望並在上帝嘅方面，設計在世間嘅喺度，天時間呢條樹要識到水樣，唔係意思打得正配，唔係意思設計要希望，要快樂，要歡喜，要得福，家庭得福，生活中得福，條路得福。隆重得福，得到一個滿足，因為依靠上帝嘅人，一天得到嘅福氣，上帝嘅福氣達到本世界坐天坐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名嚟撒利亞是由冇滿世界三倍嘅喺度，是到冇辦法冇路，一個盼望上帝嘅氣，一個希望並在上帝嘅氣，隔以同齊，牽一個得勝嘅路，牽一個得福嘅路，在耶穌基督嘅名嚟撒要聽你隔耶穌講，你得到一個恩典，你得到一個福氣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